好，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2月1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54例，有50例是大病入境的案例，本土病例部分有4例，其中有3例伫高雄，也毋知影感染源。另外，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目前的疫情算稳定，所以嘛打算要调整检疫措施，甲入境台湾的检疫期对14天调做10天。国外商务人士入境台湾比较咱台湾人入境。这措施希望上近3月中会当开始实施。国内新冠本土病例总算降到个位数，14礼拜一本土个案新增加4例，其中1个是苗栗市场的菜贩啊，甲高雄沙石场确诊者行大过有牵连，毋过无顶塔。高雄市新增加3例确诊，其中1个是红茶店的员工，虽然爸爸是货车司机，捌出入高雄港，毋过真侪遍采检拢是阴性。另外有1对母仔囝确诊，妈妈1月中为中国入境，2月中因为出国需求采验才确诊。做伙大的后生也确诊，为CT值的变化研判，真有可能是后生喂养妈妈。儿子可能是可能他 CT 值比较这样子比较低有可能是从儿子这边传过来，不过现在没有办法断论。陈时中表示 ，Omicron 稳踪期正短，春节前后本土疫情渐渐稳定，会当控制，所以要参考附近国家的做法，调整边境检疫，包括居家检疫天数为即马14天缩短为10天，佮加上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以1人1户为原则。也当带入防疫旅馆，放宽商务人士入境许可，比较缩短检疫。台检的部分入境加检疫期满，各进行1个 PCR， 期间使用家用快筛试剂。之所以说成10天，是我们从这一段的经验来看，大概99%以上的都在10天内可以被验出来。不过，陈时中是讲，疫苗第3期加强性注射率要达到5成，边境检疫才有绑定的条件，希望上近3月中以前会当实施。这是我们一个目标了哈，不过基本上我们还是觉得说，虽然这没有完整的一个科学的证据哈，但我们认为起码有1半的人。那认为对整个社区的安全应该是比较好。陈时中搁再声明，为强迫民众注疫苗，会用鼓励方式。累计目前国内第1期疫苗注射率是82.29%，第2期是75.60%，基础加强声是0.77%，对加声是29.56%。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影响，这2天咱台湾的边境是守甲真严，也毋过豆豆开放，这是国际上的趋势，嘛是爱行的路。所以咱政府即马打算要放令公门，必先针对开放予生理人、商务人士入境咱台湾，那因的检疫期会甲咱台湾人、本国人平等。疫情指挥中心即马已经开始咧规划，目标是3月中会当开放。另外，上新的消息是，咱的高端预防车第3期的试验解盲有达到标准，即马嘛已经摕到巴拉圭的紧急使用授权。位于南港展览馆附近的连锁商旅所属集团，旗下8间旅馆拢位于交通中心地段。过去大部分的人客拢是来台的商务人士，也毋过疫情拖烧到打2年，已经有7间转做防疫旅馆。也毋过指挥中心讲，国门有希望分阶段拍开，第一步都是开放商务客来台，时间点有计是第3月1号。不再只限于就是说有居留证的哈。放宽商务人士进来，检疫的方式跟国人相同。指挥中心规划开放商务人士入境时间，甲缩短检疫时程公布。到时商务客甲咱国民众入境检疫天数拢是10天，无限制来台前一定爱注疫苗，也无因为司法局的风险关系有无同的检疫限制。都在防疫旅馆不同的进口的通道，然后相隔距离很远，口罩戴好，隔板戴好，那都可以来做一些产品的介绍、公司的介绍，然后对大家商务上需求的互谈。另外，接落来今时都要开放观光客入境，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只计划先放宽非商务专案的其他商务人士入境，对一般观光客入境无遐紧解禁。也毋过，顶礼拜已经甲旅游业者进行讨论，对于复苏观光会当开始进行准备。2年多的时间没有办法正常的做生意，那单靠国内旅游也没有办法维持整个旅行业界一个这么多的一个从业人员跟这么多家的旅行社，最好的情况当然就是我们希望能够
就是广开国门。业者讲，任何放量措施拢是好开始，不过说落来，也爱面临国门关2年来，真侪专业人士早已经转业求生，旅游业爱赶紧找老师的人才回来。根据观光局统计，2020年初疫情到达，申请停业也是解散的旅行社已经有168间，目前旅游业也有大约2万人，继续咧放无薪假。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个开放嘛是国际趋势，咱政府已经是宣布要放令日本福岛5县市的食品进口。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是认为讲，地方政府的食品安全自治条例会当阻挡这食品入来。也毋过行政院伫昨暗是回应讲，调整日本食品进口限制，这算是国际贸易甲外交政策，这是属于中央咧管的，地方政府无权嘛无算自治项目。它要能够因地制宜，当然，它的前提是符合公众的利益，让福岛的核食进入台湾，符不符合公众的利益？政府宣布放令日本福岛5县食品进口规定，国民党团第14主张依照无同所在做规定，各地方政府的食品安全自治条例也当阻挡核食进入学校。央国行政院回应，关于调整日本食品进口的管制，牵涉到国际贸易甲外交等中央的政策，并不是地方自治事项。另外，国民党团也要求边境輻射若验出有铯137，再加减铯90。不过，民进党团反对。你在铯134跟137，如果你发现的时候，也未必会有铯90的产生。所以它铯并不是一个很明显，在福岛事件之后，它后面的一个辐射核种的一个种类了。民进党团对国民党团要求实质审查行政命令表示尊重，并且强调目前的检验标准比其他国家更加严格，会当保障食品安全。不过，因为民进党团有实质优势，郑文鹏表示，针对审查袂对开放的政策造成影响。另外两个党团也表示，希望加强食安标示加检验。有铯的这个同位素的，通常都有铯啦，所以在这里就是还是要请政府不要说超过标准才要来测。在风险度比较高的品项上面，包含像是乳制品啦、婴幼儿食品啦、水产品啦这几类，其实也都应该要比照国际相对严格的规范来将这些品项给纳入。总也团讲 ，CPTPP 会伫17开会讨论咱国、厄瓜多也有中国入会申请案。行政院对此正强调讲，因为 CPTPP 一向是无对外宣布议程，所以咱无评论，不过会注意代志的进展。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日元宵受冷气团的影响，各地天气是较寒。气象局嘛发布低温特报，今日透早上低温超限伫新竹，敢若9度。咱来看温度。今日水气是比昨昏较减啊，也毋过北部、东半部同款区局部地渐好，其中基隆、北海岸落雨机会有较悬，各地早暗是较凉冷。气象局嘛有针对新竹、苗栗一寡所在发布低温特报。若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新竹，敢若9度。冷气团会影响到拜四才会开始减弱，也毋过食方面同款区地渐好。若拜五华南分河区过会来，水气过会变较高。中部以北、东半部、南部山区阁会落雨。若拜六阁有冷空气会到位，会入南，天气阁会变寒，低温剩无13度。晚春天天气变化有较大，乡亲爱细致。大家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代替公司化转型的草案，经过交通部修改了后，即马要送立法院审议。除了有接受工会提出的3大诉求，草案内底上大的改变就是代替4000多亿的债务，政府全拢派全吸收，而且有保障员工的工作权。希望伫2024年1月份之前会当完成代替公司化。来看《中国时报》，台北市政府拍算要修法调关公有停车场、公有的停车价一寡费用，热门的路段停1点钟上悬要150块，这是比即马上悬60块起150%。有市议员是批评台北市政府的抢劫。根据了解，根据统计，郭文哲做市长了后，台北市的停车费收入嘛对资本一年收6亿5千万，即马增加到一年收42亿。来关心联合报，
全国的中小学人人有平板电脑，会当用，这是打算伫今年9月份要开始实施，希望要提升所谓教学。也不过有教育团体即马是讲，老师的骹手就咧报告啊，学生囡仔人人用平板，若是总讲害去，搁爱去负责修理，安尼哪有法度？民间团体即马是呼吁讲，应该用租的代替用买的，总讲害去爱修理，会当交互厂商去负责，来减轻老师的负担。继续，咱来关心疫情，伫高雄昨昏是出现3个本土病例，也唔知影感染源伫倒位。目前高雄即马有3条团报咧，也找无感染源。另外，苗栗个确诊者是一个菜市仔的贩仔，之前有一个确诊者是捌去过即个市仔，也毋过因并无直接过。2个人即马敢有牵连，爱去调查。高雄红山经营连锁红茶店的清销店内一名20几岁员工确诊，案号是19733。高雄14新增加确诊，也有一对母囝50几岁妈妈19730一代兄自费采检确诊，发现后生也染疫。自费采检的结果，7例值是37.95，专家的一个这个看法目前的证据指向19732传染给19730。市府清查大商大的防疫旅馆无可疑病例，初步排除伫旅馆内底染疫检判是大商的后生团伙妈妈，不过感染源无清楚。饮料店员工也是同款的情形。88岁是高雄港的货车司机，不过至少4摆PCR拢是阴性，后生确诊了后，佫采检也是阴性，排除被88传染的可能。这个姐妹的这个部分，我们还在厘清感染源。那这加上今天的2个，有3个。14确诊的3例，加上5姐妹群组感染，高雄3条团报连找无源头。确诊者行踪也互台南一间国小紧急停课清消。学校表示，因为高雄确诊者19732，或接触台南朋友，也有朋友读国小甲幼儿园囡仔，所以甲幼儿园共班的人有风险停课2天，共校的人停课1天。学生家长主动来跟学校回报，他们因为主机有跟确诊者重叠的一个状况。那收到高雄市政府卫生局通知，必须做居家隔离。几波疫情拢甲高雄有关系，亲像沙石场群聚，看去苗栗德南出现家庭群聚，不过苗栗第14增加的确诊病例，是公有市场的鲁大环，不是这摆的群聚当中考虑对象。到过我们的第2的这个公有市场，但是呢，它跟我们今天的19731是否直接相关？就如同刚刚的一个报告，好，这个我们还有待厘清。官府表示，确诊家族伫初8、初9去过德南公有市场，罗大环因为行踪定他近期体检确诊，防疫团体除了清消，也考虑罗大环的先生2个后生，甲学校的接触者402人，已经知影罗大环家属拢是阴性，也提供社区体检站，互行踪定他的民众采检。记者综合报道。咱政府即阵已经拍算伫3月份的时要到岛仔放零公门，那台北市政府是宣布讲，从今日开始要未解封。到大人若是有做过2档预防射，就会当伫社区的关怀据点斗阵食饭。那电影院嘛开放食物件。国中生、高中生因为这囡仔有做过2档预防射，所以因通去毕业旅行、校外教学。也毋过12岁以下囡仔，亲像国校啊，也是幼稚园，因为无做过预防射，所以敢若会当伫台北市来活动。过年线开工8天内，台北市出现7个确诊者，市政府评估疫情也无扩散到社区。15开始未解封，针对各级学校，只要1个人确诊，一班停课14天；2个人以上无共班确诊，全校停课14天，搁启动线顶教学。校园场地各种以上的室内室外拢开放，各小维持无开放。校外教学甲毕业旅行，各高中职开放看管区，按个必须做2剂的疫苗满14天，未满2剂爱提供3天内快筛还是 PCR 阴性证明。幼儿园甲国小敢来当地台北市境内。国小跟幼稚园因为那时候没有打疫苗，所以我们现阶段是说，你一直可以在安全的区域去做户外校外教学，也就是说在台北是可以的但是跨县市出去，
先不要了。校园一步一步解封，台北市社会局办的课程，民政局甲各区公所场馆也有条件开放长辈用餐。去年5月，北农疫情严重，教产院最近的调查报告点名台北市政府看紧北农疫情，初期无积极体检，后来阁无考虑较紧接触者，才会致使疫情扩大。台北市非常用心在处理所有，包括北农环南。这个报告有故意片面解读的状况，我们认为说它严重打击台北市相关防疫工作同仁的士气。监察院也讲，台北市政府对于万家地点疫情无积极，需要检讨。台北市政府强调，疫情发生了后，172间地点暂停营业，透过沟通宣传、场所辅导、严格督导这3阶段积极做法，为去年11月16日开放申请复业，到今已经受理95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4亿1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83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54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9621例。香港有18000多例，伫中国是超过10万例，日本即马是398万例，韩国是超过14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7900万例，印度超过4200万例，巴西超过27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1800万例，法国是超过2100万例。疫情滚加2冬外，意大利威尼斯正出名的嘉年华会嘛停办2冬，也毋过因今年是宣布决定要照常举办。不少当地人拢感觉真欢喜，因为这代表意大利已经会当到恢复演过正常的生活。挂着面搭扮作各种人物，威尼斯12开始举办着2冬无办的嘉年华活动。这时有西装打扮的民众伫街路行来行去，温和面顶阁有游客伫欣赏日头落山。暗时的室内甲河道面顶嘛同款有庆祝活动，甲造型特别的彩船游行。It's a little different because it's much quieter and we don't have so many festivities, but we will make our own parties and festivities, so it will be fun. 过去2冬的威尼斯嘉年华，头一年因为疫情大爆发，所以取消；第2冬是因为当局毋望控制疫情，搁一摆取消。一直到最近，意大利的新冠病毒确诊率甲住院率是豆豆下降，互当局伫11取消伫室外挂喙暗的规定，搁恢复办嘉年华。民众认为这是代表着重新希望的盛会，毋望未来会当豆豆摆脱疫情，恢复正常生活。Per me ha un significato di ricrescita, spero di portare un po' di carnevale a Venezia e spero di vedere tante maschere in questo carnevale veneziano. 根据意大利爱莎通讯社的报道，至少有8万到10万名本地甲各国的游客拢来圣马可广场庆祝。也毋过，虽然重新举办嘉年华，部分活动像嘉年华的服装比赛依然取消，避免人潮组织加速传染。而这场盛会嘛会继续到3月1日。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俄罗斯甲乌克兰有可能的小战，真侪国家拢呼吁因的国民爱赶紧离开乌克兰。咱台湾嘛同款，咱外交部是讲，咱有25个台湾人目前伫乌克兰，呼吁因爱赶紧离开。若乌克兰的当地人因的感受是啥款？当地人其实无啥惊，嘛照常咧过日子，共款去踅街。对着个声，这个街头艺人伫路边展现歌艺，也有少年人对节奏跳舞。这个所在是乌克兰首都基辅的麦丹广场。礼拜暗时车路换了真侪人，互人感受袂到可能发生战争的紧張。有民眾認為發生嘅機會無大。Я відчуваю себе спокійно, треба бути завжди до всього готовим, і тоді буде нічого боятись. 不過，原來有人坦白講會驚，邊仔人已經有人搬離開基輔。Yes, at some point, yes, we're afraid, but the most people just stay calm and they're trying to make their lives in different scenarios, maybe to move somewhere. 画面上，这个台湾来的甲乌克兰基后伫当地经营网络频道，介绍乌克兰生活洪先生讲到，当地民众对是不是发生战争有2派无同看法。一派就是完全就是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
只是新闻媒体太夸张在说。那另外一大派就是已经都有在打算要撤离或怎么样。安家先讲，有一寡台湾人已经离开乌克兰，留落来差不多30人。目前外交部伫乌克兰有联络到的咱国民众数目差不多25人，其中包括12个留学生。也毋过教育部是讲，目前这12个学生囡仔无表达回台意愿，还是要求协助。包括教育部甲外交部，拢会持续甲这个留伫乌克兰的国人联络，也关心情势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去夏威夷，甲日本、甲南韩两国的外交部长举办3边的会谈。伫会后有斗阵发出联合声明，有先针对北韩伫土试射飞弹的行为表示谴责，嘛有强调要维护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咱外交部是感谢国际上各界拢关心台海的局势。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情势愈来愈紧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到夏威夷，甲日本、南韩两国的外交部长举行3方会谈，重点放伫北韩、中共甲乌克兰的安全问题。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称对北韩最近的行为表示谴责。We condemn the DPRK's recent ballistic missile launches and its unlawful nuclear and ballistic programs, which are clear violations of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And we continue to work to find ways to hold the DPRK accountable. 这场会议开了2点多钟，伫咧联合声明内面，布林肯也重申，美日甲美韩同盟是一定爱，也强调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正重要。也搁伫即马俄罗斯乌克兰紧张情势，爱阻止俄方采取侵略的行动。咱外交部对此表示欢迎甲感谢。美国、日本、韩国这几年首度在3国的部长级会议的联合声明当中，来表达对于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视，深具意义。同时也凸显了国际社会对于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高度共识。澳洲的国防部长杜登也对澳洲的媒体讲，乌克兰危机恶化会牵动印太地区的安全情势。伊相信，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会更加明显地打压台湾。杜登也强调，澳洲政府会密切注意，并且监控中国是不是趁机会对台湾采取任何行动。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俄罗斯甲乌克兰局势紧张，乌克兰的总统态度嘛大真硬，讲因虽然承受正大的压力，也毋过会继续争取加入北约。来关心加拿大卡车司机反对强制主义方式的抗议行动，已经进入第3礼拜。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已经宣布会动用紧急权力，量早来结束这场抗争。来关心美国的智库公布今年经济自由指数，咱台湾头一届是摕到自由这个评比，全世界咱排第6名，若伫亚太地区咱是排伫第3名。来关心咱台湾、印度也个美国这太空研究机关研究中心，经过4天同齐研发一粒日碰卫星，伫昨昏成功伫印度发射，未来会当观测太空天气，了解大气的变化。3, 2, 1, 0。倒算声中就是透早，这粒日碰卫星正式为印度升空。这粒卫星是由中央大学印度太空科学研究所，也甲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这学术单位共同组成的学术人员。透过4年来双方的交流甲技术合作，展现丰富的成果。卫星未来要进行太空天气的观测任务。基本上来讲，我们3边的学校都因为研究跟教学关系，都会有需要就是使用人造卫星来执行科学任务的这样的需求。希望说透过合作的方式，就是大家各自贡献自己的资源、自己的专长，然后一起联合开发。学者强调，中央大学有头一粒家己做的日碰卫星飞7号顺利发射经验，这届跨国合作也是为飞7号的开发经验进行提升，搁得到科技部这单位的支持。太空中心其实是有比较长期规划开发立方卫星的这个计划，那自然是这边也同时有在规划一个立方卫星的这个发展平台，可以是结合产业跟学界来共同开发这个立方卫星。科技部强调，台印双方的计划负责人拢希望透过未来持续交流，深化双方的研发能量。这粒卫星已经伫14世纪9点半通过美国的天顶，顺利有接收到信号。当日尾仔也通过台湾的天顶。记者综合报道。
在地上大条来关心苗栗嘅本数，拢是外县市的倒销。过年期间本数较济，外县市的文化路嗰啲休困。即马南投草屯的本数场已经顶7万外栋。南投县政府表示，其实伫全南投即马有超过15万栋的本数单被销，已经无法了啊。希望中央会当斗相共。怪手无用，整理对地的本数，才会当清出更较侪空间。现场的本数已经有5-6层楼悬，边仔的大型家具也堆成那山。南投草屯本数堆地场，目前已经有7万多栋的本数。干那草屯镇一天就会当产出70栋的本数量。经过所讲，气化速度伤慢，本数场已经伫要底袂落去啊。打包最后还是要印出去，所以说我们很希望中央能够积极来推动22个炉帮忙我们来处理，我相信这个问题不大了。草屯镇就表示，逐工气化的本数大约是20栋，不过速度未符产出量，已经请环保局先设法包起来。另外，伫德山镇、玻璃镇也拢堆积数万栋，各乡镇公所拢真头痛。南投县环保局表示，县内本数主要委托苗栗家己甲高雄气化，也毋过趁这本数量增加，佮拄着焚化炉税收，气化量会当为逐工的150栋落到只剩50栋。尽量请那个环保署还有各个焚化厂，就是说他们自己的量处理差不多的时候，尽快能够增加我们的量，然后尽速再加速去化我们的垃圾啦。县府表示，逐工有100栋的本数无法度气化，只会当暂时堆积，除了以包起来处理，大约伫1个月了后会当恢复原来的气化量能。也佫有即卖的囤积量，也请中央协调调度其他县市协助加速气化。若讲气化顺利，预计会当伫2024年完成。记者综合报道。有网络红人梦称是招大家做伙去山顶捡本数，也毋过伊是甲新竹下起路报道一寡日本时代的酒干仔才古文物当作本数甲弹掉。虽讲伊毋是挑工的，毋是挑故意的，也毋过而且嘛已经毁失咧。毋过即款行为其实嘛已经破坏当地的文史生态。新竹社区路国道有自然住宅形成的原始步道，其中的美湾住宅所伫秋天是真侪游客赏红叶的所在，只有真侪一地时期加战后留落来，酒干仔古物想会到有网络红人委托商业登山团业者来净山，将酒干仔古物误认是一般本数拼掉，引起议论。放在原本的地方，还是会有些人是会捡回来，以为是当作是一般的垃圾。既然是古物，那我们当然就放在比较邻近的住宅所附近。酒干仔古物由协会协助收藏伫个住宅所附近稳别的所在，盲人甲业者也会失咧。另外，高雄无林的固定考古遗址万山岩雕，进出爱申请，翕相录影也爱向文字局申请。不过1月初有登山团伫岩雕的石头顶悬区做会翕相，虽然申请无达到岩雕，不过大家拢真生气。万山岩雕，它其实是鲁凯族公告的传统领域，对当地人万山人而言呢，它也是属于神圣侵犯不可侵犯之地。疫情期间，免出国游客拢去山佚佗，有意无意之间破坏当地文史生态。古立华甲选乡正规，除了应该有完整法令甲配套措施，也要透过一直教育甲讨论，互更较侪人对山林生态甲文字保存有更较正确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的水汽有较饱甜，高雄茶山伫半暝啊有出现琉璃云海，那白色的云海甲高雄的地漂北五大楼暗一半真特别。若家己的山区有云海，就会来看这两款无同款的云海景致。那白色云海将高雄的八五大楼下半截炸掉的，但显出顶半截甲顶头的平安两字，就亲像飘伫琉璃的云海顶悬，实在真水。这是陈正峰12号半暝爬去茶山顶悬翕到的景色。其实这2年都一直在，因为我是住凤山嘛，那我就看，大楼外面如果说有起雾的状况之下，我们就去判断说是不是要爬上来看一下、观察一下这样子。比如中寮山呐，那一边怎么2寮比较高一点的山上往下看的话，可能可以看得到燕巢啊、田寮啊，
那一边有一些云海啦。茶山出现云海算是罕见，因为其实中寮山才是较接看到云海的地点。不过，陈政峰嘛表示，翕云海重要的不是器材，是要等到时机点。除了高雄有半暝琉璃云海，嘉义县嘛有爱翕相的民众，伫大湖村附近翕到徛顶的日出云海。日出的时候，它还会呈现那个所谓的那个斜射光，而且它这个斜射光，只要那个水汽薄薄一层在上面的时候，它那个斜射光是很久的，而且很漂亮。白色云雾伫绿色的山林内底流动，看起来真有气势。同款是云海，嘉义甲高雄展现出日时甲暗时两种无同款的美丽。高雄气象站表示，其实冬天只要水汽充足，加上暗时的气温降低的话，到山顶也是较悬的所在，拢有机会看到云海。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做事人看天食饭，上惊天公伯啊，去面抢收成歹。即马地部风洞业试验所，因是利用智慧科技研发一套作物的监测系统，让农民踮厝内就当掌握作物的成长甲变化，以期产量。看这台机器伫菜园内底转来转去，测量叶仔的面积。这是台中部风农业试验所研发的作物监测系统，透过机器观察生长的情形，来预估作物未来产量。感测器，然后来收集2个东西，一个就是它的叶面积的情形，还有植物生长的情形。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判断我们未来的产量。其实，在各地的生产者来讲，他所生产的东西还是要希望能够卖得掉，所以在通路商方面呢，都希望你能够精准的预测未来你的产量，最好是2个礼拜、1个月。农试所表示，过去农民种植敢若会当靠经验、看天气预报、提早应对。不过，若是拄到突发的状况，农民的心火要是会乌有去。即马有系统随时监测，就算免出门也通掌握作物的成长。监测的系统结合人工智慧、大数据的判断，然后用我们套用的模型计算。你的产量若不准，你的供应就会出问题。大卖场或是这些经销商，他们是希望你生产者能够精准的数量、精准的品质、精准的供应。农民若是未当掌握产量，菜色品质搁较好嘛无路用。即马透过智慧科技，毋若较成功，搁会当提悬产量，维持供应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新营的三太子信仰是真兴旺，夜香拜拜是信仰，嘛是日常的生活。当地的国校啊，就安排学生囡仔去学做香，了解在地文化甲产业。看这阵囡仔兄、囡仔姐专心咧订古锥的造型，不过其实这不是黏土，是用来做香的原料。做完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就是希望下学期还会有，就是可以一直来这边做这个东西。做香它很天然，那做起来的香也不沾手，也不会不干净。做香的工作是什么样子，让他们懂这个。全世界做香第1名的就是台湾。台南市新营区的新兴国小推动乡土课程，也因为学校是伫咧太子宫，地方的三太子信仰真兴旺，所以学校找对面的工厂合作，带学生囡仔来体验做香。因为我们学校位于太子宫，所以我们让孩子们能够认识我们乡土的文化产业以及各式的建筑。那动手做香真心实。头家也甲学生囡仔讲解烧香的宗教意义、甲香的材料、制作过程等等，互因会当更加了解在地文化甲产业。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元宵伫了夜锅顶为人买食元宵庆祝，台北市卫生局就去抽查20间手工元宵店家大头啊，看丰富这敢有合规定，结果拢合格。一粒一粒的咸肉圆啊，伫咧大骨汤内底滚好透了后，掺挂白菜、芹菜、冬菜甲红葱头，芳阁好食。咱这圆啊吼，拢正纯糯米落去做的，无浆脱水才落做的。50年阿嬷传落来的招牌，绝对无染防腐剂。
元宵食圆仔，庆团圆，也食平安。台北市卫生局最近特别抽查超市大卖场甲菜市仔有特别元宵的店家，看内底防腐剂敢有超标，计共抽检20件，拢下规定。乌麻的，还是讲土豆的咸圆仔，还有乌醋米的吼，来验伊的防腐剂，还有伊的迄标示的伊个较有甲阮法律有相共无吼？这20件内底拢合格。不过，卫生局提醒，扫元宵的时阵，手甲环境的卫生要是爱特别注意。另外，卫生局也公布2021年食品、药物、化妆品甲医疗器材有无老实、有违规广告的产品，计共619件，裁罚超过4500万。其中以食品上多有超过300件，主要呢拢是宣称家己有提升免疫效果，过来是强调减肥甲顾目睭的。爱提醒来较注意，若是讲你甲留讲电话啦，还是讲 email 吼，你真正要找人的时阵吼，要退货的时阵拢找无人吼，迄其实这种广告的商品就卖个买。卫生局表示会继续来稽查，准若食品的广告伤过含、用字解说无清楚等等的产品，会照食安法，相当罚500万。也提醒消费者伫咧买卖之前，产品的标示甲营运公司的资料拢爱看斟酌，莫互骗去。记者民警总海文台北报道。北港溪复兴铁桥是伫1911年起的，相接分林北港甲嘉义新港。过去是糖业铁路。2001年登录做历史建筑。2002年桥身是做大水升登去，2008年阁因为做大水，互大水冲登去。嘉义县政府按算即马是邀请相关单位去会勘，希望会当修复。878公尺长的复兴铁桥，连接嘉义新港甲云林北港。1980年台灯无阁使用了后，阁因为2008年互大水冲登去到呾。14载时，立法委员会同嘉义县政府、交通部观光局甲水利署宣布要进行铁桥连接甲周围环境的改善工程。所以这条桥落去会当变两边居民也好，也是观光客也好，更加会当联系伫这所在活动。这条桥，那过去叫铁路，现在叫桥，那怎么样未来的不同的功能可以继续展现。这条复兴铁桥过去为日本时代到民国60年代，除了在甘蔗以外，嘛是附近民众出入、学生上下课的交通设施。知影桥要来施工，地方的民众嘛认为，这对新港甲北港历史文化的传承会带来帮助。会当用安尼即个串联起来，伫4-5公里内底就会当去了解咱本港的历史哈，所以这是相当重要的哈。阮地方嘛相当会欢喜。这个桥的两边还会增加一个自行车的这个步道的这个设施，所以它桥面会拓宽，所以大概我们争取到了1.8亿的工程经费大概就是在做这个部分。过去北港溪复兴铁桥，除了是行5分车的历史事实。嘛，因为连接北港甲新港两个所在，替两边的民众创造特殊的文化基地。修复工程今年4月动工，按算明年底会当完成，希望带动新港甲北港的人文甲观光。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文化新感界来看，摇滚乐团歹势少年以白色恐怖做主题，发表一支上新的台语歌《出巡》。因阁邀请政治受难者已经90岁的蔡宽如来拍 MV， 做音乐的录影带，而且阁有带新将甲车队伫过去关政治犯的位置示警，祈求平安。歹势少年乐团发表上新的 MV 出巡，地点是伫个景美林园园区。因为歌曲故事就是白色恐怖事件，要牵涉52年前泰源事件白色恐怖受难者蔡宽如，嘛伫 MV 出现。伊带领电气新将甲车队，亲像庙会示警，闪闪烁烁的灯火真热闹。不过想要就甲迄空间改变，就是希望讲大家去迄个所在。去看内底的所在是即流类的活动，然后就人家讲就华丽的、就水的，感觉因为这艺术改变的没有换一个角度看。这个 MV 上特别的，就是邀请90岁政治受难者蔡宽如参与。
伊讲家己接受过百外斗的访问，是头摆翕 MV。咱伫啊，咱过去的项目已经完成一半，你安心安休。你若有一个真正人，即内底就哇，迄故事的重量就无共款了，就表达就是是真的，毋是假的。我甲伊较重要就是讲，我是要甲蔡医生致敬，还有咱的前辈致敬。甲拍摄少年合作的饼场团队，毋但有 MV， 目前伫台湾灯会展出的文景，嘛有同款的实景车队，拢是李文静创作。伊讲，甲历史、甲受难者的故事，真做艺术创作，也是影像歌曲，讲互后一代听，这就是传承。记者陈嘉文、赖宇哲高雄报道。北京冬季奥运嘛，伫头出现争议，这是伫开幕典礼的表演内底，中国是安排中国的少数民族穿传统服装，代表朝鲜族的就穿韩国的服装。也毋过，这是引起韩国人的不满，认为中国侵占别人的文化。袂输咧讲韩国是中国的，中国是回应讲，大家自本就是有共同的文化，毋望韩国会当互相尊重。穿韩国衫去景福宫翕相。是真侪人去首尔耍时阵一定会体验的。不过这群南韩人是为着北京冬奥开幕典礼安排朝鲜族穿韩国衫，团上5千旗，真受气。되게 불쾌하고 너무 따라했다. 선에 너무 선을 넘었다. 고구려 발에도 막 자기들 거라고 한 것처럼 너무 좀 불쾌하고. 伫首尔开了10几年韩国衫出租店的头家姚伟要讲， 얼마 전까지만 해도 최근에도 그렇지만 중국인들이나 화교 중화권 중국인들도 많이 와서 한복 대여를 하고 한복 체험하면서 되게 즐겁게 그렇게 체험을 하고 돌아가고 그랬었는데 만약에 이게 중국 옷이라 그러면은 굳이 그 많은 중국인들이 여기 와서 한복을 체험을 하고 뭐 경복궁 가서 놀고 그러지는 않겠죠. 虽然文在寅政府无正式提出抗议，但是代表韩国政府参加北京冬奥的官员对这件代志表达遗憾，一个总统候选人伫 FB 叫中国唔当小想别个国家的文化。美国驻南韩大使也伫这个敏感的时阵，踮 Twitter 打伊穿韩国衫旅游景点的相片，支持韩国衫是韩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驻南韩大使是发声明讲，中国各族的代表穿着传统的服装参加北京冬奥是因的权利。伫中国的朝鲜人甲南北韩共宗共源有共款的传统文化，应该互相尊重。其实这毋是中韩第一遍为着文化归属权伫咧吵。伫过去两国的民众就捌认为泡菜是色人发明的。一个误会做是色人的遗产伫咧玩，虽然事后发现，真侪拢是误会所造成的，不过双方的心内已经真不满。这边北京冬奥如果出现韩国衫的争议，和南韩人真生气，代志恐惊阁有通冤。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来看世界这信息，有一个公司对外太空内的已经有几若10亿年的大粒乌色的旋石，顶日以430万美金，差不多是1亿2000万的新台票拍卖出去。这粒合作卖的乌旋石有555.55克拉这重，马上入去世界纪录，而且有专家认证讲伊是无假宝。这条被叫做白罕见乌旋石，1月底捌伫杜拜展出。会叫做白是因为乌旋石的起源本身充满神秘。555.55克拉，也是目前全球已经知影上大的赤瓜旋石。伫2006年已经被列入金氏世界纪录。This is a 555.55 carat fancy black carbonado diamond. It's also the largest cut diamond of any colour that we've known to appear at auction. They are shrouded in mystery of the origin of formation because there's not that many of them found on Earth. And this is a particularly great example, a beautiful example of one of these types of diamonds. 专家指出，目前全世界只有巴西甲非洲的中非共和国捌挖出乌旋石。这粒乌旋石听讲就是来自这个国家其中一个矿场。苏富比拍卖公司指出，这粒乌旋石是16亿到32亿年前，温石或者是小行星撞地球的时阵所产生，被挖掘了后，透过专业技术将原石切割成55个面。
We think that they could have formed super deep within the Earth's interior, far deeper than what we know of already diamonds. There's hypotheses that suggest that they formed at impact sites when a large asteroid hit Earth, causing carbon on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to grow into these carbonados. 过去20年来，这条乌蒜石一直被神秘的卖家收藏，一直到今年才被公开拍卖。这摆拍卖进程已经伫杜拜、美国洛杉矶、甲英国伦敦展出。乌蒜石出现除了拍卖拍出的介绍以外，对地球的演化历史来讲，应该是无价之宝。公司新闻敬愿请朋友。法国为着要减少减用塑胶，对今年开始已经限制30项菜色果子袂使搁用塑胶落来包装。嘛，因为安尼生，即马抓阿爸的需求量增加，做抓阿爸的业者订单接袂离。抓伫期待上设袂停，拆卸了后搁念另外一言。法国抓棒厂商最近产线全速运转，因为1月1日起新的减塑政策上路啊。法国政府去年10月宣布。包括韭菜、姜啊、苹果等30种菜色水果禁用塑胶包装。政府估计，当地37%的菜色水果会包装了后才卖出去。新措施有计当年会当减少10亿个塑胶包装。这间环保包装业者就有估，抓阿爸需求将会大大提悬。Dans nos cartons, nos solutions de carton, elles sont à base de fibres recyclées à hauteur de 86% en moyenne. Une fibre de papier, elle peut se recycler entre 7 à 9 fois. En gardant la même qualité。业者看准环保趋势，利用回收纤维制作抓鸭肉，回收次数会当达到24摆，也当咧研发，会当对仍然油类实在的抓类材质，像对沙拉酱的抓鸭肉，因也指出，唔但法国随着欧洲减塑，抓帮亚外营业额有希望增加70亿欧元。Alors à terme, déjà dès maintenant, on estime qu'en Europe, sur les 8 millions de tonnes de plastique produits par an pour des emballages à usage unique. Sur ces 8 millions de tonnes, on pourrait d'ores et déjà en enlever 1,5 million de tonnes. Ça représente 70 milliards d'unités d'emballages plastiques à usage unique. 也毋过有团体批评，法国政府推动菜色水果减塑伤过着急，连100%会当回收的塑胶咱禁用，完成期无够。也毋过其实法国政府推动减塑计划已经一段时间，自2021年当地就开始禁用塑胶树管、杯仔、甲餐具、掺玻璃拢鸭肉。今年起公共场所需要提供饮水机以减少塑胶管仔，快餐店也袂当提供免费的塑胶切条面。到2023年，快餐店将禁止提供用了导弹的餐具。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1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2度；外岛的温度是8度至16度。今日元宵节，祝乡亲合家平安，感谢乡亲收看，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